來送往，循環交差。究竟最需要的是什麼？想3天也想不出結果。這天驟然被驗出名該有絕，再起春風推算也早已不再接受為癌引領前臨深淵。究竟最想講的是什麼？這天起被迫要想清楚。是為素餐，他其實20年前早已經死去。奇妙的是跑到終點，他又生氣勃勃的活過來。生如有肉，不藏於金要玉墜，流芳後世，含笑到風來。這漢子隨夢幻活於花花宇宙，墮進聲色喧嘩笑，高掛煙幕，抱着環肥燕瘦，靈魂出走，最終也還是依賴藥丸，方可得到了入眠許可。那女子憑活力未為清風兩袖，放棄公職為身去製作歡樂，盼待兒童少年情藏玩具，已知最需要的是什麼，以初心點起生存香火。是為素餐，他其實20年前早已經死去。奇妙的是跑到終點，他又生氣勃勃的活過來。生如有肉，不藏於金要玉墜，流芳後世，含笑到風來。抽水溝，期待着水氣綠色計劃，盼有一朝花香清風裏飄逸，努力來回勸説，謀求審批，最終得到了因為結果，愛得迫切，枯木常取火。壯麗中行動見志氣，獲得讚譽，從此一心要把課場精神繼續。只是浩然你冷眼長手歸，見到要問責的都許多，最想休假得閒食水果。是為素餐，他其實20年前早已經死去。奇妙的是跑到終點，他又生氣勃勃的活過來。生如有肉，不藏於金要玉墜，流芳